呢座1比1大嘅高達半身像喺邊度？喺日本栃木縣有個地方叫做玩具之町啊，唔係講笑啊，連居民地址都真係玩具之町。一出車站，連啲電梯都有好多玩具有關嘅設計，而小鎮入邊亦都可以揾到限定嘅高達水橋蓋。從車站大概行15分鐘嘅距離，呢度仲有一座Bandai Museum萬代玩具博物館。一入去就會見到呢座高達半身像，當然有講解到Bandai嘅歷史啦。但更犀利嘅係呢度收藏過萬件嘅玩具啊，有唔同年代嘅玩具啦，日本生產嘅玩具，甚至有其他國家生產嘅玩具。丹丹最中意嘅戰隊系列、蒙面超人系列，女孩子中意嘅美少女戰士，仲有多個高達相關嘅展區，喺呢度真係可以揾翻好多回憶啊！竟然仲有愛迪生發明展呢一類嘅文物展示，而最過癮嘅就係可以玩埋遊戲啊！入邊有幾部由外國入口嘅懷舊遊戲機，最神奇嘅係呢部手動嘅夾公仔機啊！我真係第一次玩。即使呢個展館並唔係新開嘅，有啲年代感噶啦，但正因為係咁，充滿住歷史價值，越睇越有味道啊！地址放咗喺文字欄啦，記得睇埋 YouTube 嘅長篇影片，全部嘅開箱。